來傾力炮製嘅一個地球新品種旅遊節目，由南至北走勻地球村，睇下地球每個角落嘅故事，發掘我哋共同面對緊嘅挑戰。一個地球會有小齊同我哋飛越冰島，潛入海底。個水底好靚，啲水又好都係好甜。我掂到啲板塊啦，一個歐亞板塊，一個大美洲板塊。欣賞地熱發電嘅偉大場面。哇！呢個咧係一個好環保嘅發電嘅方式。仲會一嘗冰島嘅水同冰到底點樣與別不同。哇！我哋今次喺拍攝嘅時候，最長嘅一日坐10幾個鐘嘅車，之前又坐飛機又坐船，所以我覺得成班 crew 都好辛苦。但係如果可以拍得好靚嘅鏡頭翻去俾大家睇，我覺得點辛苦都係抵嘅。1、2、3，耶！再跟足球迷譚校長去英國睇波，從另一個角度認識呢一個同我哋有深厚淵源嘅大英帝國。大家真係可以感染到咧英國球迷嘅熱情啊！哇，幾開心啊你哋！另外，阿坡黃貫中同 Derek 曾國祥會同攝製隊勇闖南極，了解中國科研人員嘅工作。喺南極呢度咧，係唔夠5%會出現呢種地衣嘅，佢哋嘅生長速度係好慢嘅，係差唔多1000年先至1個 cm 嘅。你冇聽錯，係1000年1個 cm。我哋今日真係非常之好彩，因為咧我哋啱啱架船咧揸到埋去一個浮冰好近嘅時候咧，嗰個浮冰突然之間開始沉。見證地球最後一片淨土喺全球暖化下嘅現況。一個地球逢星期六晚播出，同你用視覺環遊世界。下一節翻嚟，我會同大家介紹更多